將開始。喺節目進行期間，請各位關掉你哋嘅手提電話、傳呼機以及響鬧裝置。如果各位需要攝影嘅説話辛苦咁多位要關掉你哋嘅閃光燈，以免影響表演者嘅演出㗎。多謝各位合作。非常高興今日下晝我哋有一個非常精彩嘅節目，係潮劇傳統曲牌匯水。咁呢個節目係由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主辦，沙田民政事務處協辦，沙田區議會贊助，並且由中文大學係籌辦㗎。咁非常高興下晝見到咁多位希望各位有一個愉快嘅下晝啦。咁其實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係由沙田民政事務處喺今年6月份成立㗎。咁一直都係致力喺區內尤其是為沙田區嘅居民提供一啲文娛嘅活動啦，譬如一啲嘅黃昏音樂會啦，或者一啲嘅導賞嘅講座活動咁樣希望各位嘅文化生活得以豐富㗎嚇。咁相信今日下晝呢個節目亦都可以有同樣嘅功效啦。咁我哋非常高興係邀請到潮商互助社嘅音樂部啦，多位出色嘅樂師啦，同埋演唱者為我哋帶嚟一個精彩嘅下晝，為我哋帶嚟一個潮州嘅音樂嚇。咁希望各位都可以享受今日嘅演出啦嚇。OK， 咁喺節目開始之先我哋會有一個簡單而隆重嘅紀念品致送儀式㗎。今日我哋非常榮幸邀請到有多位嘅嘉賓嚟臨當中參與我哋今日嘅活動啦。佢哋包括係沙田民政事務專員何麗常太平紳士，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副主席暨導賞及教育工作小組召集人陳偉佳博士，以及係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主任李宗順教授。喺呢個時候麻煩辛苦咁多位主禮嘉賓突然間可以移步到台上我哋即將會舉行一個嘅紀念品致送儀式嘅，有請3位而家係上台啦，為我哋準備一個儀式嚇。首先恭請沙田民政事務專員何麗常太平紳士，以及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副主席暨導賞及教育工作小組召集人陳偉佳博士，為我哋致送紀念品與潮商互助社。有請陳賢豪理事長代為接收。有請陳理事長。今次非常高興潮商音樂社咁多位嘅出色嘅音樂師啦，同埋表演者為我哋演出㗎嚇。咁亦都多謝陳理事長嘅領導啦，以致我哋今日有一個咁開心嘅活動啦。唔該晒咁多位，咁各位都請留步㗎。接住落嚟有請中文大學音樂系主任李宗順教授致送紀念品與潮商互助社音樂部蔡發展先生、余楚石先生、盧秀芬先生以及劉福光先生祝賀。辛苦咁多位音樂師傅啦，今日下晝為我哋演奏潮樂啦，勞苦功高，亦都係一個非常精神同埋整齊嘅團隊制服㗎嚇。亦請咁多位係有一個大合照啦，要紀念呢個咁精彩同埋值得紀念嘅時刻㗎。好，唔該晒咁多位。接落嚟係沙田文化藝術推廣委員會副主席陳偉佳博士致送紀念旗與香港中文大學音樂系李宗順教授。係，請 Professor Thompson 你。大家都係文化嘅推廣嘅機構啦，咁亦都係希望帶俾更多觀眾豐富嘅精神文化嘅生活嚇。好啦，跟住落嚟係一個大合照嘅時間啦。咁多位主禮嘉賓你都喺台上面，係啦，我哋有大合照時間對啲鏡頭咁各位都唔好吝嗇你嘅相機今日帶咗相機嚟嘅話歡迎各位攝影啊，只要你哋關掉你哋嘅閃光燈就可以啦。好，辛苦晒咁多位。
受咗啦。咁我哋會繼續我哋今日精彩嘅節目㗎嚇。咁啊，各位樂師亦都可以咧準備一下啦，咁啊可以喺後台準備一下。咁接住落嚟咧，我哋邀請到啦今日嘅表演嘅團體啦，我哋而家恭請潮商互助社陳延浩副理事長咧係為我哋致辭嘅，有請陳理事長。經常接待到揾的國內外大學教授，
學者及潮曲愛好者互相交流，共同合作，成為世界潮樂潮劇在香港的一個交匯點。各位嘉賓、各位朋友，潮州戲曲是中國優秀為戲曲音樂之一，我們正竭誠致力推廣潮州音樂及戲曲文化，將潮曲這一中華民族寶貴的文化遺產發揚光大。最後，我謹祝在座嘉賓朋友們合家安康，萬事勝意身體健康，多謝大家。唔該晒陳理事長嘅支持嘅嚇，多謝晒。咁喺呢個時候咧，我哋即刻咧進入節目嘅演出嘅部分啦。咁呢個時候咧，有請今日音樂部劉福光先生咧上嚟咧，佢會為我哋講解一下咧潮州音樂嘅一啲基本嘅知識，同埋分享一下當中嘅樂趣嘅。有請劉福光先生。所以我哋潮州戲到而家係500年歷史嚟嘅，嗰度入邊就係好多係嗰啲曲
咧就係、因為以前咧叫做詞牌啊，詞牌咧就係調啲戲曲，但係後嚟咧戲曲咧就一路變㗎，一路改嘅，所以咧有啲咧就一路啦改戰到而家咧有啲咧即係同我哋其他戲曲一樣都喺度。嗰段曲咧唔係幾好聽，嗰啲師傅咧就同佢再改過，再襯得過，改到咧好聽。所以而家咧，我哋潮州戲咧同其他戲曲都一樣。京劇佢而家個改善好多嘅，以前咧相信啊好多人都話冇咩要睇京劇嘛，但係咧而家咧好多人喜歡京劇嚟香港做嗰陣時候咧就好熱鬧人去睇。但係佢曲牌嗰啲分類咧。就係佢會叫做隊伍曲牌同埋小調，即係有啲咧就一個曲牌一定嘅，有啲咧就係小調，即係譬如民歌嗰度一個一路發展上嚟嗰啲。所以喺過